琉璃，这不好打车，我送你回去。最后一次。来啊，一起玩。哎，西城，我想问一下，公司最近招人吗？公司刚刚招完一批新人，最近没什么招聘计划，怎么了？哦，我就是天天在家里待着，觉得特别的无聊。无聊？你会无聊啊？当然了，我每天在家里待着，也不知道干些什么好。我在想，如果公司招人的话呢，我可以去给你打工啊。按道理说呢，公司刚刚招完一批人，没什么招聘计划。如果你想来的话，我可以给你特殊待遇。真的？当然了，你是总裁夫人，你有这个权利。那我是不是明天就可以上班啊？别着急，你还没跟我说，你都能干什么呀？啊，我好给你安排職位。是这样的，我上大學的時候呢，本專業學的是英語，打工的時候呢，學過設計，所有辦公軟件全都會用。這麼說，你能適應很多崗位了，比如說人事部、市場部、總裁助理啊，秘書。我呢不需要這麼好的職位，我就想着呢是打發無聊時間，隨便什麼工作都可以，沒問題。那是不是我給你安排什麼職位，你都能接受？那當然了，不管顧大少給我安排什麼樣的職位，我都會努力工作的。好，明天跟我上班去。沒問題。太好了，只要能夠進公司上班，就能夠有機會看住顧西城。如果那個南宮琉璃有什麼問題的話，一定能夠及時發現的。你好，我是新來的助理南宮琉璃。你就是新來的呀，怪不得他們把桌子搬來了。你坐那兒吧。